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Reno。咁收到咗同嘅 DM 咧，就問我阿 Sir 可唔可以拍片講下我哋 DSE 有啲乜嘢嘅課題重點咧？今年2025係一定要準備嘅。嗱，老實講晒成個 syllabus 所有課題咧就冇可能噶啦，因為 DSE 我哋考中一至中六總共32個主題嘅，係咪？Session A 嗰啲我假設大家搞掂啦，所以我針對 Session B 咧課題數目唔係好多，一條片拍一個主題咁樣同大家講啦。咁我哋希望咧5-6條片可以搞掂都得。嗱，今日講咧就係統計學呢一課。近年我哋嘅 Session B 咧主要都係考 short quiz， 集中有兩個概念啦 ，standard score、standard deviation。中文同學標準分同埋標準差兩樣嘢得唔得？嗱，第一定係公式要背啦，即係如果你同我講而家呢一刻你連條式都唔記得嘅，咁你唔使做噶啦 ，OK？ 但個重點係 part B 咧，通常有一 part 文字題咧，佢會叫你比較啊。嗱，大家要留意翻咧就係、題目用唔同嘅問法，你會用唔同嘅指標去做比較嘅。佢問你邊一科嘅分數高啲，邊一科嘅成績好啲，咁你咪直接計嗰兩科出嚟咯，係咪計個分數咯？但係如果譬如而家我哋有個情景，通常都係噶啦。阿 Peter， 中文叫做偉明啦，我哋啲 friend 嚟噶啦，係咪 pass through 成日會遇到呢一個朋友嘅啱啱？阿偉明而家佢喺一班學生入邊咧，嗱某一次佢嘅英文科咧俾咗個分數你，數學科又俾咗個分數你，分別俾咗嗰兩科嘅平均數同埋標準差。跟住題目就問你啦，係呢一班學生咧，究竟邊一科表現會好啲咧？咁你知道喺呢一個情況之下，你要比較嘅唔係佢哋嘅分數，唔係直接拎兩科啊邊科高分啲，而係要比較個 standard score 標準分，得唔得？嗱，呢一啲咧就係你要判斷條題目 part B 想你比較啲乜嘢，呢個就係個關鍵啦。因為如果你只要判斷啱，即時攞晒嗰兩分噶，因為個數係好易嘅，純粹公式係嘛，標準分條公式擺出嚟就有噶啦。判斷錯咧就白白冇咗嗰兩分噶啦，得唔得？所以呢一啲題目嗱，每一年統計學呢一條咧，無論係保底嘅同學都好啦，都必然要執到啊。今日我哋講到呢一度先啦，聽日我哋繼續同大家分享其他2025 DSE 月報嘅課題重點。各位同學加油！